这是咱要来看的今仔日要吟的圣诗，新圣诗第4首，新圣诗第4首，天下万国尽人着听。第1节来吟2摆就好。 第2首是351首，351首。上主有水泉，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 第2首拄则吟迄首吼，拢总有5段吼，咱练歌先练2段就会使。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感谢主恩典。咱即点将时间来交互敬拜赞美。 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平安。咱做伙欢喜起来欧乐咱的上帝。有一位真神，他的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 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
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我心内感谢主耶稣怜悯的听堂，伊听我声的我所有想的伊，主上帝我奉献一切我所有。我生命甲灵魂，我的心甲嘴唇，我在你的手术，你引我到一生，要学到主无天，来互主做妻伊，主上帝请听我小小的困求，我立志献家己，我虽然无金钱。因我秘密使命来做你的器具，主接受我奉献。我心内感谢主耶稣怜悯的听堂，伊听我声的所有想的，主上帝，我奉献一切我所有，我生命甲灵魂，我的心甲嘴唇，我在你的手术，你引我到一生，要学到主无天，来互主做妻。主上帝，请听我小小的困求，我立志献家己，我虽然无金钱，因我秘密使命来做你的器具，主接受我奉献。主上帝，我奉献一切我所有。我生命甲灵魂，我的心甲嘴唇，我
在你的手术，领我到一生，没有了主我的，奈何主最在意，主上帝请听我小小的困求，我立志献家己，我虽然无金钱。因我卑微生命来做你的器具，主接受我奉献。用我卑微生命，用我卑微生命来做你的器具，主接受我奉献。用我卑微生命来做你的器具，主接受我奉献。我的心忧伤痛悔，忧带搁惊吓，做做困饱重担，阮袂牵着你的疼，主的你的疼，透放阮的心，安慰阮，对答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我的心忧伤痛悔，又怎搁惊吓？最最困梦重担，我袂牵着你的疼。主你听我做宝贝，不放散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不免搁着惊。开看，绝无啥物话当拆散，主你的疼，引出我的路，保护我，直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话当拆散，主你的疼，我的心忧伤痛悔，又怎搁惊吓？最最困梦重担，我袂牵着你的疼。主你听我做宝贝，不放散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不免搁着惊。主你的疼，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要我坎坷也开看，绝无啥物话当拆散。主你的疼，引出我的路，保护我，直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话当拆散。主你的疼，主你的疼，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要我坎坷也开看，绝无啥物话当拆散。主你的疼，引出我的路，保护我，对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话当拆散。主你的疼，对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话当拆散。主你的疼，对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话当拆散。主你的疼。咱做伙额头来祈祷。主耶稣，阮感谢你听阮做宝贝，毋免放扫阮，互阮永远踮你面前，毋免搁着惊。毋管拄着啥物代志，
主你永远甲阮做伴，感谢主你的疼，互阮有你的疼心，一切感谢主的带领，互主耶稣基督性命求，阿门。兄弟请坐。万军的耶和华，你的徛起的所在，怎样遐尼通意爱？我的心神乱无耶和华的殿院到分去，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我的上帝求救。徛起伫你的厝的迄落人有福气，因要直直学罗你。即条咱三角起立来吟圣诗，圣诗第4首，圣诗第4首，咱请起立来吟宣诗。
即个咱三甲同心，拿头来祈祷。遐若天父，阮感谢你，有你的引带，有你的鼓手，有你的带领，伫阮众兄弟姊妹当中，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主你的满满的祝福，得到满满的平安。主啊，阮也要遮求你来参阮三基地，顺照顾着众兄弟姊妹，由阮也照顾着阮的教会。目前阮教会内底也无牧者，求主由会当早一日来安排好的良牧来到阮教会当中来牧养阮即段羊群。求主你参三基地，照顾着阮即个教会。愿主你的恩典满满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身上。主啊，阮今日真欢喜会当你有指派着牧师来到阮当中，要来分享着信息。求主你帮助，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讲的、甲听的、平平拢会当得到利益。阮安尼感谢祈祷、恳求，拢是要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接咱三甲来看圣诗后壁面启应文，启应文第26，记载是诗篇第111篇。启应文26，记载伫诗篇111篇。咱就我来启，恁来引。要称赞上主，伫正直的人自执的大会中。上主的作为真奇妙，伊的作为充满尊贵甲威严。上主行奇事，互人纪念。伊赐美良，互敬畏伊的人。伊对伊的子民显明伊的作为，甲有大权能。伊的手会所做信息公平，永远袂改变。伊救赎伊的子民，甲因定永远的约。因为上主是智慧的根本。一声，上主应该永远受称赞。煞接咱今日生活最所要赞美的诗歌是“主，我要学罗你，主，我要学罗你”。
即条咱三甲起立，用使徒圣经来告表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七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勒岛牛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咱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即条，咱来看今日的圣经，记载伫新约希伯来书第6章，咱对13节来看到20节。台语汉语本是第254页。新约希伯来书第6章，咱对13节来看20节。13节，上帝应允亚伯拉罕的时，因为无较大的通子来咒詛，就子本身来咒詛，讲我祝福要祝福你，加添要加添你的福的。亲像安尼，亚伯拉罕咬吞忍，就得到所应允的。因为人是指较大个来咒詛，也用咒詛做3钱的结尾来决定伊。17节，安尼上帝爱要计划显明伊的旨意为意义，互遐个承接应允的人知，则用咒詛来做证件。要对两项袂意义的事，上帝所袂会白擦的，互咱有大大的安慰，就是咱已经逃避来擒，所下伫头前的愿望，咱为即个愿望，亲像灵魂会定趴伫帐殿内，坚固无移散。第20节。耶稣做先锋，已经为着咱去遐做诚侪永远的祭司长，才未记洗濯的办理以上。今日是台湾西洋院的奉献纪念主日，院方有差派着咱三文教会洪宗印牧师前来教会来讲道，这是咱将时间来交的洪牧师。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三联部教会洪宗印牧师。今是台湾西洋医的纪念主日，受托来咱教会请安报告。今日牧师要用活伫上帝应允中这个主题，甲咱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学习，咱大家来祈祷。伫阮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有份伫你的恩典中，阮会当成做你的囝儿查某囝。阮感谢你，互阮伫上个主日会当到主你的圣殿来敬拜阿罗你。阮恳求真诶圣神运行伫阮的中间，帮助阮会当拍开阮的心，拍开阮的目睭，拍开阮的耳孔，互阮来听见主你的声，互阮会当明白主你对阮的教示。主阮将礼拜恭敬交托你的手中，阮的感谢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无得甲咱兄弟姊妹捌听过一个笑话。就是有一个人非常非常迷信，不管伊出外还是要做什么代志时，伊拢会先去献一个物件，或者大家捌看过无？农民历，农民历，这牧师是第一代基督徒，阮古早阮兜嘛有一本的，
那有一日是这个人通要出去，当然是共款，伊就摕这农民地来甲显开。结果咧，农民地写讲不宜外出。头前门袂当出去，那要安怎？一定要出去办代志所以伊就只好爱行迄个后门啦。但是后门的时爱行搬过一个迄土墙，这土墙嘛久所以伊就安尼搬过土墙，无想到要搬过时咧，结果迄土墙倒落，结果迄个土墙还跌掉咧，哇！咧袂顶袂动，对安尼非常痛苦，对哀因厝的人听到的时，就紧走过来。看见我跌掉当然一定要甲救嘛要救。结果这个人讲：小等下，你创啥物？摕农民历来现看卖这个对，不宜动土啦。当然，这个人到底尾安那是牧师嘛唔知影兄姊妹，这种代志伫咱基督教会内底，敢有可能发生？无啦无可能。为什么？咱若无农民历啦，对吧？哪有可能发生？有一个历代基督徒，伊信主诚久但是咧，平常时也无爱读圣经，槟榔祈祷，但是若拄到啥物问题时，伊就献圣经啦，伊就献圣经献圣经。然后有一天时，伊有拄到代志伊就来献圣经，然后咧来祈祷，讲主啊，我现在需要你的印刷，求你互我圣经是拍开我目睭，看到这个字，就是你对我的应允。所以，伊就来祈祷，然后来拍开圣经来看，结果看到字是啥物？提起家己吊死。伊竟然将这圣经合起来，讲主啊，我你一定用唔到的，我搁互你一摆机会求你允许我的需要。然后，我将圣经来拍开，你去照安尼来行。哇！结果伊搁合起来圣经伊讲。主啊，你一定足无用的你一定真无用。我搁最后一摆互你机会，你一定唔通讲拢唔对伊搁认真将圣经来拍开，你所做紧去做。虽然这是一个笑话，但是无得靠伫咱中间有即种类似的代志来发生。就是讲，即种提醒是非常非常重要。咱唔通用到这种做抽签夺怀的方式，要来使用上帝要互咱的应允，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咱要注意，咱要来学习这个，要来使用上帝这个应允时，唔通学这个基督徒啦，爱学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的时，伊是活伫上帝应允中的一个典范。伫遐经文的头前，伊有安尼讲，伊讲。我爱恁逐人犹原献出最好的恩群，互恁的愿望满足到落尾，互恁无抵到边端，就是学遐对神甲吞忍来承接这的应允的啦。咱要活伫上帝应允当中时，咱爱来承接上帝的应允。那呢，咱要对倒位来承接上帝的应允？第一个。圣经的记载，圣经记载是非常一个应允。咱知影，咱的上帝是一个守约施主的上帝。伊要互咱的应允是，只有大部分的是拢记载伫圣经的内底。根据一篇研究圣经的一个圣经内底所应允的一个文章，这作者大概用了一年半时间，的时，伫遐做统计。伊统计出来是讲，这圣经内底总共互人将互咱英文总共偌济？有7487个。当然，这牧师毋捌统计过，我毋知影到底真定假。但是这表示啥物？表示上帝互咱英文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我相信咱基督教信仰甲一般民间宗教信仰，同大无共款是啥物？同大无共款就是。别种的民间宗教迄别个信仰是伊的应允拢是迄个交换式的，是不是？交换式，啥物做交换式？就某某神明你就甲我保庇，你甲我保庇时，我就安怎，
我著来请一个布袋戏啊，啥物啊，类似即种的。但是咱的上帝是互咱白白来领受这的应允的，因为咱的上帝是一个信实，是充满着怜悯慈悲的上帝。有人讲上帝应允，是咱圣经中的一个宝库，同珍贵的这珠宝选少啦。所以每一个人，的一个应允拢是上帝予咱属于伊的一个属灵的财富。所以兄弟姊妹，咱每一个基督徒拢是世界上上好嘅人。但是咧，这是对遐个愿意来分读圣经的人所讲的。如果对遐个唔愿读圣经、频繁读圣经的，就算讲你厝内底是有10几本无共款版本的圣经，其实这对你来讲的是，你若拢无要去看，无要去读，这对你来讲一点啊，拢无关系。这应允，这宝库，你一段都拢无关系。为兄弟姊妹，平常时无想要读圣经，拄到问题时，就安那临时抱耶稣讲，就是咱头前所讲的迄个手的共款，也是讲都来找牧师祈祷，看做牧师祈祷较有效其实毋是安尼当然，牧师毋是讲做你袂当找牧师祈祷。我相信每一个牧师的是拢非常愿意为着这所需要这兄弟姊妹来祈祷。但是咧，咱来知影，如果咱若常常读圣经，温困来读圣经，其实上帝有缘会对你来讲话，会对你来讲话。那常常读圣经，温困读圣经的是咧，你真自然就去熟悉迄个上帝的声啦。那从约翰福音第10章内底所记载，讲羊认捌什么人的声？羊认捌牧者的声，牧者的声，因为羊常常甲这个牧者做伙，所以咧，咱爱常常来亲近咱的上帝。人讲倚靠人，应该讲倚靠上帝，较赢倚靠人。第二个应允就是迄个圣神所启示的应允。咱知影，圣经所记载这应允虽然是拢为着咱写的，但是咱有当时会拄到迄较特别的代志。较特别的代志是，咱就需要有迄个圣神的一个引带，圣神的一个启示。一般来讲，圣神会通过几种方式咱来启示。第一个，就是圣神会直接对咱来讲话。兄弟姊妹，你捌听过圣神对你讲话无？有的人，迄个圣神会伫咱的真特别，一个处境的是咧，通过着所有的异象、异梦，也是迄预言的方式，对咱来讲话。当然，圣神的启示，这个应允的是绝对袂去违背圣经内底的真理。比如讲，你欠钱，伊甲你讲说，你这虽然欠亏，但是偌久的事，2个月，你就会当得到解决。伊绝对袂叫你去做遐违法的代志啦，用去抢银行种这绝对袂，因为这个代志的是违背圣经的一个假释，这毋是对圣神来，这个无好的代志的是对迄个邪神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通过间接来通过着这个圣经。有当时一个人有这种的一个经验啦，比如讲在读圣经的时，真认真在读圣经，突然间是有一个字，还是有一个经句的时，突然间跳起来，哇！还是咧听讲道的时，有一个经句的时，刺激你的心，互你呢不断伫遐来思想这个经句，还是咧有啥种？还是讲伫无共款的场合的内底时，共款的一个经句，一直互你听着，这拢有可能是圣神对咱的一个启示。第三个方式是通过人，通过人，比如讲兄弟姊妹，伫做伙
伫彼此分享的时咧，有一句话，特别互你有一个感动，也是通过无共款的人对你讲共款的一项代志。今日即来分享一项代志其实牧师来到三部教会只3年外时间。伫3年外前的时，我离开原来服侍的教会进前。有真侪遮信仰的前辈，遮的牧者非常非常的一个关心啦，关心讲你以后要去倒位服侍种遮，伊就讲哇，要帮我介绍即个教会。有一天中昼甲暗时，两个无共款的牧师，讲要帮我介绍教会。真特别，即两个牧师所讲的是啥物？拢共一间教会，共一间教会。所以迄时我就真大胆向上帝来祈祷，讲上帝啊，如果讲即两个牧师所讲即间教会是你爱我去服侍的教会，是毋是会当上帝会当找第3个牧师来甲讲即项代志？大概经过2天，有一个牧师共款甲我算交情袂歹的牧师，嘛真关心，就敲电话，伊讲崇俊你即摆要去倒位我帮你介绍教会好毋好？我讲当然好啊，或者恁要看觅，即第3个牧师所讲的教会，甲头前迄2个牧师所讲教会有共经无？有啦，对无？无我今日就徛伫遮哇，真奇妙！即个牧师所讲教会，竟然是甲头前迄2个牧师所讲的教会同一间，就是3间教会，哈利路亚！当然，我无了解，我毋知影到底即3个牧师。是毋是有按照迄个小会来做一个推荐比较？但是我知影这个过程当中的事，拢是上帝的因所安排。所以特别就是2001年8月份监选，10月份的这就任的礼拜，是拢是上帝一个奇妙安排，拢是上帝的。咱知影2001年的时候，还是疫情真严重的事，迄时有限制这个聚会人数。其实咧监选的时候，头前，一礼拜进前限制聚会人数50人。其实来限制50人是根本无法监选，足奇妙的，足奇妙的。你监选进前是开放80人，哇！然后教会就用2条方式，80的8人，迄就会当监选。然后监选了是隔礼拜恢复50人。这是毋是上帝恩典？上帝恩典，对。但是咱无论看见什么种的异象，还是听见什么种的声，咱爱小心爱去查验爱去查验这到底是毋是对上帝来约翰一书第14章第1节，伊讲：这神毋通拢总信，独着试验这个神是对上帝验视。然后咧，咱若是爱来承接的上帝一个应允，而且咱爱来得到上帝应允。就咱亲像讲，咱摕一张迄个2000块、2000块迄个邮局的迄个什么礼券，对，做欢喜对。但是你若拢无要去换，永远无得到。所以咱爱去换的时，咱就才得得到。其实伫圣经旧约圣经中是咱会当看见，旧约圣经中是。关于遐弥赛亚的应允或者先知的一个预言，伊伫旧约中是真侪人拢已经承接但是因并无去得到。所以咱爱会记哩，咱要来承接，但是咱爱想办法爱去来得到这种的应允。但呢，咱要怎样才会当来得到这个应允呢？有几点分享甲兄弟咱做伙来学习。第一个爱深信。要确信，要确信。伫罗马书的记载，亚伯拉罕伊讲看上帝应允，也无对唔信来交易，信就拿勇格来归应跟上帝。佮亲近上帝会正伊所应允的，所以就该算做义。什么叫做亲信？亲信的时就是即个人的信心、信仰，甲一个那曾去互上帝完全来说服共款。
所以深信上帝应允一定会来成就。在今日经文中，耶和华上帝为着要来证实伊的话是绝对是通挖靠的、通信靠的，哇！伊体贴咱人的一个软弱，伊做一项代志，做啥物代志？救抓，足特别的对无？足特别的。上帝救抓，就安尼时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事，伊的话来建立着这个信心。建立信心是搬过迄个目睭所看见遐个无顺利遮个代志，让亚伯拉罕伊就安那熬吞忍，最后伊就来得到这所应允的。然后讲过，我说会经验。我说伫2020年11月份，听到这三个牧师讲同一间教会，我迄时我就相信，我深信上帝会备办将来所服侍的这个教会。伫2001年2月份，我离开服侍教会，就等待。所以伫上帝所定日，伫2001年10月17日，就就任三个教会第9任的牧师。当然。咱的信心是可能无法度讲一个安尼，就甲深深迄个程度。但是咱求上帝来帮助咱，求主来帮助咱，不断的加添，一直祈祷到迄个深信上帝的应允一定会做成，然后代志就自然安尼成咯。有当时咱迄个信心会那亲像迄个亚伯拉罕伊的某，亚伯拉罕某是叫啥物名？撒拉还是撒来对吧？像是伊个某，上帝应允讲亚伯拉罕会得到一个囝对吧？然后结果伊个某伫安那在偷笑，哪有可能啊？我几岁啊？哪有可能啊？对。亚伯拉罕伫几岁时得到上帝应允，得到一个囝以撒？几岁？啊？90。100岁，100岁，所以你看，一定要偷笑，但是咱爱知影，咱爱知影，上帝应允常常是超过咱人的理性啊，所以有信心就会当看见迄个无可能来变做是可能。兄姊妹，咱要怎样才会当提升咱的信心呢？你用什么方式来提升对上帝的信心呢？第一个，咱爱用上帝的话来祈祷，上帝来祈祷，上帝的话，互咱的信心会当来提升。伫创世纪32章的记载，当雅各对赫兰转来，因为伊兄哥什么人？以扫。伊兄哥以扫来杀，所以伊就用迄个上帝来祈祷，伊用来祈祷讲，或者咱做伙来读好无？来，迄个汉语本来请，我的主亚伯拉罕的上帝，我的爸以撒的上帝，耶和华，你捌对我讲，转去你的本地本族，我要互你来继续，求你救我脱离。因为我惊了伊来害死我甲因母囝，你也捌讲，我的确好款待你，互你的雨的亲像海边的山，最甲袂算定。兄姊妹，咱看见雅各，而且用上帝话来祈祷，你有看到无？来，伊讲啥？你捌对我讲。你捌对我讲是上帝对雅各会因为对伊讲的，过来咧，你也捌讲。圣经内底是上帝捌干来讲啊，上帝安尼讲，所以上帝甲你讲的，伊会去成就无？一定会相受的，对无？伊袂对家己讲的话，好像说这个没有信用，讲过准拄好，袂。啊，上帝伊一定会来成就，伊会应允。所以雅各伊就用上帝这个伊的话，掠条上帝应允来祈祷。掠条上帝的话，掠条上帝应允来祈祷时，其实只也是提醒咱，提醒咱爱相信上帝伊所讲的话啦。一个伫祈祷中不断来掠条上帝应允的人，
伊信心会哪来哪大。当伊信心哪来哪大时，伊就哪来哪清楚迄上帝的声音。就会当哪来哪会当去分辨上帝伊的应允。所以求主帮助咱，每一工会当操练，咱用上帝的应允来祈祷。好，要安怎祈祷？咱用咱圣经的经文。其实圣经经文中是非常多，拢会当真做是咱祈祷所用的经文，这拢是上帝的应允吼。所以咱毋通单讲讲哇，人无爽快啦，还是啥物病痛、啥物痛苦时，咱才要来祈祷，会想歹去啊。平常时咱就要去操练，咱就要去操练。第二是咱爱顺服上帝伊的吩咐伊一个行动。经文第14节，伊讲。我祝福要祝福你，加添要加添你的福的。这句话是当上帝伫迄个亚伯拉罕伊献以撒的时给互迄个亚伯拉罕伊的应允。这样代志是记载伫创世纪22章第16节到18节的所在。就当亚伯拉罕来献伊的囝以撒的时啊。迄是伊的信心，也是高峰啦。通关所在，当伊顺服上帝的吩咐来献以撒的时咧，上帝伊就对伊来讲，这是全部的经文哈。但是咱爱抓中就好。伊讲你已经行这个事，无留你的囝，然后咧，上帝讲我要祝福你，为什么？因为你听叹我的话。伫这经文当中是咱会当看见上帝赐这个亚伯拉罕有3个福气。第一个就是伊的后会要若亲像迄个天顶的星、海边的山遐尔济。这个应允就是指亚伯拉罕伊后代啦，伊后的是会当生出这后代出来。第二，伊的后会要得到这个对得的声唱。就是伊的后下时，伊的后代会去得到这伊所应允的这个迦南地。第三咧，就是地上万邦要因为你的后下来得到福气。而这面是指咱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而且这个后下时，伊是迄个单数，单数毋是多数，毋是多数。所以伫圣经中，加拉太书伊会写，伊讲。伊无讲，以及你这的福的，亲像啥物？一人，是讲以及你的福的，亲像只一人，就是基督。地上万邦万国要因为主耶稣基督来得到因信称义的福气。这因为是亚伯拉罕伊的顺服，上帝所赏赐的福气的时，袂对着伊这个伊开始甲伊的家族，然后咧，甲着以色列这个民族。然后流传到着这个万国万族，同款上帝也要通过咱顺服的一个行动，要祝福咱的家庭，要祝福咱的社会、咱的国家，甚至是全世界。所以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拢是伫上帝这个阳光的一个过中，拢袂当欠缺的一位。爱记，咱拢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是啥物？熬吞论，亲像安尼，亚伯拉罕熬吞论就得到所应允的。亚伯拉罕得到上帝伊应允的囝以撒，等几年，总共等25年。伊对阿门兄姐就好。亚伯拉罕上帝交代伊出迄个哈兰是几岁？75嘛，伊讲要赐福他对吧？75一直到咱同头所讲的100岁，才得到伊囝，所以等几年25年。咱听下这个弥赛亚救恩是等2000几年。耶稣伊捌对犹太人伊讲，你的主亚伯拉罕极欢喜，是要看见我的日子，看见就欢喜。所以亚伯拉罕伊是一个熬吞论的人，因为伊的吞论就得到上帝伊所应允的。还是咪，咱有当时会因为等袂到迄个上帝应允的一个实现的时，咱就去埋怨上帝，
有当时会搁对上帝来发圣地，会无？甚至有的人就安尼来离开上帝。其实咱爱来学习，咱爱迄个吞论，爱吞论，因为上帝是照着伊的时间，照着伊的方式来成就伊的应允。第三，就爱或者持守迄个愿望，持守的愿望。咱毋若是爱迄个搞吞论，而且咱来持守的愿望。伫经文中用两个譬如来形容咱所有得到迄个愿望。第一个就是迄个避难所，避难所，互咱才会逃避去求伊保护的人，会当得到真大的激励。通持守迄个伫咱头前的愿望，这是现代台语译本所翻译的。上帝的应允是咱的避难所，因为上帝的应允永远是袂怕假老的。第17节伊讲，上帝爱这会承接应允的人，确实知伊的计划袂改变，所以用入世来保证。上帝照到伊一个应允，甲伊入世，也是讲咱所讲的咒詛，来表明伊的话，伊所讲的话，是永远袂拍假老的。咱直接看见上帝是啊，互咱双重的保证的，双重的保证。所以咱会当进上帝应允的时，咱就得到真大的一个激励。就那像人，走入迄个避难所内底的人，是充满愿望的。第二，伊所用的是啥物？是迄个船锚，咱台语叫做钉，钉，钉捌知影迄啥物形的无？应该知影就是迄船大只船停的时要有一个高高的沉到海里面去的迄个钉的一个功能是啥？即无论什么种的迄个海面什么种的情形的时，伊拢会固定伫海床顶面啦。这钉咱来看，咱来圣经安尼写好，来咱迄个咱做伙来读这个经文好无？来，请咱为着这个愿望，亲像灵魂的钉，拍伫场里来，坚固无易煞。耶稣做先锋，已经为着咱入去遐。诚做永远的这市场，叫未记洗涤的版本。好，所以迄个钉伫海面顶面时就会当来确保到这个船是会当真稳定的，会当来确保这个船是真安全的。而且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用咱的这个灵魂来譬如一个啥，伫这个世界苦海内底的这只船这个福音的愿望，也就是咱这个灵魂的船的这个钉。如果咱也无持守这福音的一个愿望的时，就哪像这个船无迄个钉，会到伫迄个海底呢浮来浮过去。所以咱还必须知影，咱灵魂的钉是拍迄个天顶的至圣所的。拍天顶的至圣所是非常非常的稳当的，非常会当可靠的。会当来保证咱这灵魂的这只船，伫任何的风影中时，咱拢会当非常安稳、非常的安全的。经文也讲，耶稣基督做咱开这天路的先锋。伊既然已经为了咱进入到迄个天顶的至圣所，而且佫开一条是新佫活的路，对互这一切军队伊的人。伊就耶稣来做先锋，就当咱真坦然来进入到这个至圣所内底。伫今世会当甲耶稣来保持这亲密属灵的交通，也盼望伫永远迄个内底时，会当甲咱主耶稣永远的同在。所以咱想到这时，其实咱就会当去面对不管是世上种种这困难的。那犹原会当真一个轻松的心情，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做咱心目中迄个荣耀荣光的愿望。这个愿望会当赶走咱过去遐黑暗，会当来加添咱现在的一个困难，互咱会当继续来跑走
未来的道路。保罗伊安尼讲，伊讲上帝一切应允伫耶稣基督拢成做是，所以咱才通过伊讲阿门来归荣光互上帝。耶稣基督已经拍开上帝所有应允即个锁匙，伊是拍开上帝应允的锁匙。来得到耶稣基督时，也得到迄个上帝所有的应允。因此，耶稣基督是上帝应允内底同大的一个应允。所以，咱如果来活伫这个上帝应允当中时，咱就是活伫这个基督内底。愿咱所有伫耶稣基督内底时，咱拢会当用深信，会当来吞论，会当来持守来牵调这个愿望的这个生活态度，来活伫上帝应允中。咱三甲来祈祷。主啊，感谢你的恩典，搁一摆将到你的话来想述互阮，互阮会知影，阮伫你的面前，阮会当是一个真有福气的人，因为你将到你迄属灵财宝拢想述互阮，帮助阮会当照着阮的信心，会当来持守、吞论，会当来领受主你对互阮的应允。特别伫即种世代，阮有当时拄着艰难困苦时，主求你搁一摆用你的话来成做，阮的气力，成做阮的帮助。主，阮将阮所有兄弟姊妹拢仰望交托你的手中，愿请的圣神继续引导阮头前的脚步。愿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恳求，感谢祈祷，求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我头脑讲过牧师是代表迄个咱声音来跟咱请安报告因今仔日咱教会无要放迄个因所做的这个影片，所以牧师简单来讲，这个单是啥物？其实牧师是台神出身的台出身的伫阮迄摆时，我是排第四老的阮同学拢会当做我囝的台神是咱知伊是一个训练一个上帝工人的一个学院。当然，伫行业内底是伊的资源拢比较较欠缺，需要咱兄弟姊妹的关心、带导甲奉献。愿圣神会当感动咱的心啦，咱用咱迄实际行动来关心着即间奉主的名所设立的一个学院。多谢大家。感谢着牧师美好的信息。即条咱三甲来吟圣诗351首，回应圣诗351首。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咱三甲起立来吟全首。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上主丰盛的活命。伊袂收束，予伊甲我无欠一件。上主的水泉洗清做我，予人过免费是生活命。下水打扫地也袂烧伊话，伊求来人要伫高野。水泉使咱拯救，有清净奇妙的平安。以色列中定受有平安，为你为我导航避难。上主的水泉风浪活浪，但是他为因为孤单。叫你我将足高野，咱踮这世间袂拼赢，交出甲世界我工作，上主的水泉使咱开，
请坐。这条咱三角来奉献，请执个弹弓来执献。这条咱三角起立来吟奉因的诗。请坐。这条咱三角来读今日的金句，记载伫希伯来书第6章第17节。咱大语咱来读2遍。上帝爱要计划显明伊的旨意袂意义，互遐会承接应允的人知，才用咒诅来做证件。上帝爱要计划显明伊的旨意袂意义，互遐会承接的应允的人知，才用咒诅来做证件。希伯来书第6章第17节。咱今日毋知有新来的朋友无？无啊。好，咱即条咱来先开咱的周报，咱来看消息甲报告。咱小会有公告，成立着聘牧小组，启动着聘牧的事工，成员由现任的长老甲执事以及各团契首长。咱聘牧小组的召集人，咱由应用正长老来担任。第二，今日是台湾西洋医院奉献的主日，医院有差派着三重埔教会洪宗义牧师前来教会讲道。神学的教育、教牧的训练、校舍的整建的工程、图书馆的藏书的所在等等相关的事工，请兄弟来关心甲带导、奉献甲支持，共同承担神学教育事工，培育明日的宣教人才。第三，咱在1月14有健康讲座。伫咧拜四上午10点到11点，秋冬呼吸道传染病，咱由马街病院罗月心医师要来主讲，欢迎邀请咱的亲情啊朋友，还是厝边隔壁，咱同齐来参加。咱聘牧小组定伫11月15伫即个礼拜5暗时7点，要来召开着第一遍的会议。请聘牧小组相关的人员，请有备心来出席。咱对在1月17日起下主日，咱花舞堂的会前练习将加入着新歌的练唱，欢迎敬拜团同工甲花艺堂的会友，提早伫咧10点40分进入着咱的3楼礼拜堂，一同来练唱。咱这个月要练唱的新歌是做好欢喜
与你在一起。这是伫咧赞美之前内底的诗歌。咱伫咧11月24礼拜举行着感恩节感恩礼拜。迄天咱是联合礼拜，咱是9点来做礼拜，请大家以感恩的心，少年主的恩典，感谢主一年来的保守甲祝福。为着今年的感恩，为着明年的预备，用恭敬的心来预备各人的感恩奉献。第12，咱前牧师陈国成牧师甲林义关牧师要来伫这12月初8，着下午3点，要来就任着台中笃行教会牧师的受职的感恩礼拜。中执会有议决，由中执的同工团契首长甲圣歌队代表泸州教会来前往祝福，愿主赐福兄弟姊妹。欢迎自由来参加前往。咱也着邀请着各单位来召开着同工会议，规划着明年2025年的事工计划预算，准备着2024年的事工报告，进行着资料的收集。咱伫咧12月31日进前来交件，通方便着互小会来审查着2025年的事工预算，甲会员互会手册来编制作业来进行。咱对11月开始咱每礼拜三暗时的早间祈祷会，小会邀请着咱陈武光牧师要来遮来主理，欢迎大家来踊跃来参加，守望着教会彼此代祷。第10，咱也运用着内政部实地的查核，个人的资料档案甲安全维护管理办法相关的规定甲作业，敬请会友协助来填写、收集、处理甲利用个人的资料的同意书。咱台北中会相关规定公告搭伫咱的1楼公布栏。那有关着奉献，还是加入探访、家庭礼拜、邀约礼拜、团契、郊游，以及主日学的下季下校、主日学校外教学，参与着社会等等。弟兄姊，咱这活动的，请一定来签署着这个同意书。为着保护你个人的资料的安全，填写了后，咱交回咱的干事。第3小点，台北中会也规定着兄弟姊妹尽量来配合，还未来签署同意书的兄弟，请到咱的干事遐来填写。第10，会计报告咱家己来过目。咱顶边新来的朋友江如海兄弟，今日毋知有来无？无吼。所接团契消息，咱等下咧第2礼拜煞了后，伫1楼同心团契要来举行着例会，邀请着周建武执事要来做一个主题专讲，主题是马街北台湾的探险，请咱踊跃来参加。其他具体相通，请咱家己过目来提名来祈祷。教界消息，咱下晡3点半，联谊教会张家南牧师就任受职感恩礼拜，地点是伫三重埔的所在五华街7巷75号1楼。那有意参加的人，应该自行前往。以上，咱礼拜组有一个补充的报告，咱请黄长老来做一个补充的报告。现在大家平安。而且吼，简单做一个补充报告，就是讲，咱陈牧师、林牧师，伊要伫咧台中笃行教会12月初8下晡3点就任的时阵，因为好意思邀请咱泸州教会兄弟前往，总是因为迄天嘛是礼拜日，所以咱嘛是需要做礼拜。
那教会行动考虑了的时阵，就指派圣乐队去献诗，也指派长老、中职、同工去参团契首长。如果伫遮咱团契首长，如果你若是无法度能够来参与的，咱嘛欢迎你指派2位同工，咱指派2位同工来共同参与。我想这是一个水的代志。那咱伫咧每一工伫咧祈祷、伫咧灵修的时阵嘛，为咱前陈牧师、参林牧师来为因来祈祷、祝福，互因伫遐的时阵，一切拢有主的稳定，甲因三角甜对。那咱12月初8要前往的是咱时间，要上车的时间、参地点，咱的另外，咱各部会的首长来做报告。到的时阵，因为咱路途比较较遥远啦，所以讲时间上有无咱爱小可爱准则一下。所以讲咱若讲时间公布了的时阵，咱爱照迄个时间。那我知有侪兄弟，恁嘛有想要家己前往，想要去参与，总是因为教会无法度人好，逐项拢备办甲遐矫正，所以讲恁若要去的人，你个人去前往，总是爱注意安全。我简单以上的报告。以上咱即摆来念袂变诗398首，袂变诗398首，咱请起来你来念诗线，咱邀请着洪牧师来对咱来作祷。愿咱求主耶稣基督，延绵恩典慈悲，地面上帝受许多，听咱亲像听你，听咱亲像听你。心冠你把人感动，也记得人心爱，三位一体，这世界万世界，这世界万世界。愿上帝的平安换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各愿全能的上帝、爸、囝、甲圣神的恩典，充满伫恁的生活中，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下倒闭会。